3年嚟，世界零距離去過唔少冷門國度，走遍世界角落，但未曾到過世界中心。今次我哋嘅目的地正係世界中心南美赤道國厄瓜多爾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行萬里路一定要去赤道。不過嚟到赤道，完全估佢唔到，以為天氣像赤道狂熱，點知首都幾多唔太熱，仲有啲涼。有人話赤道氣候冇分四季，但呢度嘅人話係一日之內有4季先至啱。它在一天裡面，你可以展現春夏秋冬。比如說早晚呢，它像春秋天，你可以表演你的時裝。然後到中午的時候，它有豔陽高照。然後到黃昏的時候呢，就開始有點像秋天。晚上呢是像冬天。日夜溫差大，有時會跌到攝氏幾度。皆因過半國土位處高山。基多更係世上第2高嘅首都，海拔2800幾米，何止高處不勝寒。歲月不饒人，起身見頭暈。喺厄瓜多爾，無論你幾多歲，高原氣候都可能令你覺得好頭暈。高原反應令人窒息，基多舊城區亦都令人窒息，靚到令人窒息。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城市之一。17世紀嘅教堂廣場，通通源自西班牙殖民地時代。但厄瓜多爾最自豪嘅，仍然係赤道。赤道長4萬公里，環繞地球一個圈，跨越10幾國。但唔係每個國家都可以明確劃出赤道。例如馬爾代夫嘅赤道就喺海上，厄瓜多爾就係赤道上海拔最高。18世紀吸引各地科學家嚟考察，結果發現地球唔係圓㗎，而係扁㗎，似一個壓扁咗嘅橙。兩極之間比較短，地球中央嘅赤道部分脹起，係地球最長嘅圓洲。呢個圓洲喺厄瓜多爾最明顯，所以當地人用西班牙文中嘅赤道 Ecuador 命名國土，並建立赤道紀念碑。見到赤道，唔少旅客急住留影留念，導遊提醒要小心太陽喺我哋身上留低印記。To apply another layer of sunscreen, not only in your face but also your ears and also in your neck. 準備好，我哋下集向世界中心進發。